坐高鐵直闖雲南，打卡玉龍雪山加3大古城，嘆地道啲味盛宴。呢個雲南6天純玩團，全程純玩不購物，輕鬆解鎖雪山湖泊加古城人民加地道美食3重體驗。第一指定時間於深圳北站集合，乘高鐵直達雲南省會昆明，夜晚自由漫步昆明街頭，感受春城的悠閒氛圍。第二酒店自助早餐後，乘車前往楚雄參觀彝人古鎮，感受彝族建築與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。下午前往大理，打卡網紅景點大理聖托里尼理想邦、百長藍頂如置身國外。隨後漫步文北川彩虹路，欣賞洱海畔的繽紛美景。享用晚餐後，入住大理麗峰酒店。第3酒店早餐後，驅車前往麗江，抵達後遊覽5A 級景區玉龍雪山，走訪雲參坪，欣賞高原草甸與雪山相映的壯景。暢玩藍月谷，自費電瓶車，湖水隨光線變幻藍綠色，宛如人間仙境。傍晚走進麗江古城，漫步四方街、大水車，欣賞古城夜景。第4酒店早餐後，返回大理遊覽大理古城，走訪五華樓、洋人街，感受南詔國古都的繁華與古韻。可自費體驗財川碼頭遊船，暢覽洱海風光。下午乘車前往楚雄。第5酒店早餐後，驅車前往撫仙湖，漫步湖畔，感受清涼湖風，欣賞高原湖泊的情致與遼闊。下午走訪斗南邊池濕地公園。第6酒店自助早餐後，整理行裝乘高鐵返程深圳，抵達深圳北站後，乘專車前往深圳指定關口解散，帶住滿滿的雪山古城回憶與美食餘韻，結束愉快的雲南之旅。想深度體驗雲南魅力，就打報名熱線或 WhatsApp 5622381956229076留位啦。